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在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向大家问好。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他的平安带给所有的弟兄姐妹、你的家人跟你的教会。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个礼拜我们主日的信息。主日的信息最主要是来自于我们在灵修当中听到了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不要害怕，我的亲爱的朋友，不要害怕。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0章。我要用这个经文向大家请安，也愿神的平安与你同在。不论你好吗，各位弟兄姐妹，愿今天的主日，主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家庭，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带给你在狂风大雨当中，或者在暗夜心灵的重担，主耶稣将他自己的平安赐给你。经历过2年的疫情，虽然我们大家已经不再那么的害怕，但是疫情仍然困扰着许多人，特别是在台湾。台湾受疫情的冲击来得比较慢，特别是在这几个月，台湾的疫情有扩散的这种情况。虽然重症的人并不是那么多，但是这个疫情也带给大家，我想这是最后一里路。盼望主耶稣基督所赐给人类的平安，能够带领我们超越，能够度过这个疫情的伤害。除了这个疫情对人的这种影响，我也感受到各位弟兄姐妹在这2年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在自己的心境，或者我们的情绪，或者我们所遭遇到的一些压力，或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艰难。愿马太福音第10章耶稣所讲的，他说：“我必在暗室告诉你，我必在护耳，在你的耳朵对你讲话。”愿主耶稣这种亲密的动作跟安慰，也在每一个孤独不晓得如何求助的弟兄姐妹，愿主耶稣基督超越时空的爱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因为主耶稣所带给世人的是一个没有人能夺去，是一个永无隔绝的爱，他就明明的记载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在互相的请安过程当中，也带着一个心中互相祝福跟祷告的信心，我们深深的相信，当我们彼此说好话，当我们彼此祝福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爱就降临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在每一个主日向耶稣基督敞开我们的双手，在每一个主日向我们所敬拜的耶和华我们的上主伸出我们祷告的手，让我们今天能够跨越时空，进到神的至圣所当中。今天我带给各位弟兄姐妹的经文，一段是在但以理书第10章，一段是在马太福音第10章，或者路加第12章。新约跟旧约这2段的经文，一个是讲到一个祷告的典范但以理，他如何通过禁食祷告，在自己生命当中一个艰困的时间，为了国家的将来，为了一个在战乱当中受奴隶的犹太人生命的辛苦，但以理跟耶和华画出了他禁食的祷告。这个祷告记载在但以理书第10章，深深的感动人。上主听到但以理的祷告，就差遣他的天使来到但以理的身边，告诉他说：“你的祷告蒙垂听，我也因着你的祷告来到你的当中。”但以理也因着天使的请安，就心中充满了活力，他就敬虔的跟天使说：“主啊！”也跟他的上主说：“主啊，请说，因为你说话的时候，我的生命就有力量。”盼望今天我与云端上的弟兄姐妹相遇在主施恩宝座前，所有主的话语亲自进到每一个需要上帝的力量的各位弟兄姐妹。愿主的平安与大家同在。今天的经文带给我们什么呢？今天的经文
特别是但以理书，它是一个在国家困难的当中，在一个民主面对的一个帝国的捆绑，但以理在许多的艰难的过程当中，他就禁食祷告。照着这一段的经文说，他禁食了3个7天，不吃不喝，在他心中的愁苦，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下。他禁食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就差遣他的天使仆人来安慰但以理。这一个故事就给我们一个深深的应许：穿越时空的上主，他必定是一个在人困境当中赏赐鼓励安慰话语的神。我们的耶和华上主，他是赏赐给人扶持安慰鼓励的话语的耶和华我们的上主。愿我们今天同领受圣经的经文，我们也同领受很实实在在真真实实的从天而来的天使所带来的好消息。第二个，在马太福音第10章，主耶稣基督称他的门徒朋友们，这句话事实上应该有更亲密的一个表达的翻译，应该说：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亲爱的伙伴。这句话是主耶稣带给他的门徒。在主耶稣讲道结束之后呢，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我私底下告诉你们的信息，我贴着你们耳朵所应许的话语，你们将来重新得力之后，必公然的来宣讲重新得力的福音。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用心灵的眼睛、心灵的耳朵跟敞开的门、心门，来领受主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这种亲密的关系跟应许。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勇士，但以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宁可牺牲生命，宁可失去生命，也绝对不放弃他对上主敬畏的心情，所以他的祷告就蒙了垂听。各位弟兄姐妹，在圣经有许多的应许，他谈到不要惧怕，不论是在但以理这一段愁苦的祷告、禁食的祷告，或者在从圣经的一开始，在摩西五经的过程当中，耶和华上主他亲自就鼓励了他的子民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神的子民能够得着这种信心而来的勇气，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经历过神的同在。第二个，他们知道神的救恩必临到。第三个，他们知道神是他们的帮助，耶和华就是他们的力量跟盾牌。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朗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应该就成为我们实在又具体的生命的经历。我们跟神求说：神啊，我不只是听圣经的故事，让圣经的故事就变成我的故事，让圣经人物的经历就成为我生命活生生的一个经历。今天让我在苦难当中，或者在让我忧虑担心黑暗寻找不到亮光的时候，耶和华我的主，求你伸你的手来带领我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因为你的同在，我心中无所惧。因着我对你的敬畏，因着我对你的所得的信心，带领我，赐给我一个无所惧的勇气跟信心。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带给我们有3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我们的神是一个聆听祷告的神。各位弟兄姐妹，不论我们的情境如何，让我们彼此鼓励，也常常祷告，也相信祷告。如同但以理，他祷告了1天、2天、3天，虽然经过很长的21天，天使才来临，但是神总是听人祷告的，因为神差遣他的天使，就告诉但以理说：你的话语蒙了垂听，我因着你的话语来到你的当中。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对我们心中这个小信的信心，我们跟他说：我的神是听我的祷告的，你稍安勿躁。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今天但以理所带给我们的信息。第二个，不论是在但以理的祷告，或者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亲爱的朋友，这2段的经文都彰显了神对世人的爱，
就让我们回想许多经文，不论是旧约或新约，都谈到神爱世人。特别是在约翰福音，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各位弟兄姐妹，神既然爱我们如同他自己的孩子，神就在乎我们在情境当中的受苦，神就在乎我们在情境当中的受苦。所以今天这一个经文信息的分享，是一方面是来自于圣经的感动，另外一个方面是来自于我们共同生活的时候，因为这个疫情的隔绝，我们不方便能够很自由的实体的彼此探访同心的实体的一起的聚会。在这种的情境过程当中，我们彼此鼓励说，神听到我们的呼求，神知道我们心中的痛，因为他爱我们。第三个，让我们在今天的但以理的经验，我们跟神呼求说，主啊，求你赐给我重新得力的力量，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主啊，赐给我一个生生不息的来自于信仰的活力。因着敬畏你，我心中无所惧；因着你的话语，我重新得到力量。这是但以理他跟神祈求的。他说：主啊，请说，主啊，请说，因为你一说话，我就得着了力量。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分享完今天的信息之后，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忘记跟我们共同敬拜的耶和华上主，跟我们的上主说：主啊，求你再说，求你不断的说，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因着你的话语能够重新得力。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降临在我们的当中，用他的荣耀，用他的圣灵，用他的大能来遮盖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安静来默想耶稣基督所说甜蜜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耶稣在今天他讲了2句话，第一句话说：亲爱的朋友，不要怕。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将神所带给世人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降生的第一天，他说：荣耀归于上主，平安归于神所喜悦地上的所有的世界上神所喜悦的人。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福音，我们跟主耶稣说：主耶稣，谢谢你，我需要你。你不只是做我的救主，你更做我亲密的朋友。我深深的相信，主耶稣，今天我愿意因着信，将我的恐惧交在你的手上。主耶稣，求你为我做量身定做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说不要怕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个比喻，讲到了一个神对人类细腻的一个照顾。主耶稣在这个鼓励的话语之前，他说：连你们的头发，亲爱的朋友，神知道你，神了解你，神听见你的哭求，神甚至照顾你无微不至，连你的头发神都数算过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俗语里面有谈到一根汗毛，就是当我们有一个保护者在我们的身边，当有一个父亲母亲或一个勇士在我们的身边保护我们的时候，黑暗的权势就不足以伤害我们一根汗毛。意思就是连微小的毛细孔的细毛神都数算过，所以神必然的照顾。这句话虽然是一个比喻，但是却是讲一个全然的照顾跟保护。各位弟兄姐妹，耶稣更谈到说，我们的生命在神的价值远超过这地上神所创造的其他所有的生物。所以耶稣说，你们的生命岂不比麻雀更贵重吗？是的，在神的眼中，我们是无可取代的，我们是仅次于天使，我们是仅次于天使，神所造尊贵的他的孩子。各位弟兄姐妹，相信上帝绝对不允许，因为耶稣说，若不是神允许，一切的伤害必然没有办法临到你们当中。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所有的情境，都是为了彰显我们的生命的大能力是来自于神。
所以不论任何个情境，都是为了彰显我们是神的爱子，我们足以有能力胜过得胜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我知道，求你与我同在。那今天上帝讲了什么样的话语呢？特别是在但以理书第10章，让我们一起来领受。天使对但以理说：不要惧怕，因为从第一天你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这一句话讲得非常的具体，这是一个独有的翻译。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在台语的罗马拼音的圣经里面就没有将来这一句话。它意思就是说，当第一天开始，你专心祷告，希望能够明白上帝的作为。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就给我们对将来充满了盼望。那接下来天使说：你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刻苦己心。其实这一句话是谦卑的祷告的意思，谦卑的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我们属灵的前辈但以理他的生命的见证，我们跟神求说：求圣灵帮助我成为一个懂得谦卑祷告的基督徒。求圣灵聆听我的祷告，从第一天，从我认识主，我学习祷告，一直到现在，我要不断的学习祷告。主啊，求你的灵接纳，哪怕孩子的祷告是那么的软弱，哪怕孩子的祷告如同童言童语不得体，但是求上帝你怜悯垂听我的祷告。那天使就跟但以理说：你的言语已经蒙应允，我是因着你的言语而来。在这个地方说你的言语，意思就是你的祷告，因为神已经听到你的祷告，神已经听到我们的呼求，神也差遣他的天使、天君、天使、天君来环绕着我们，成为我们的帮助。各位弟兄姐妹，或许我们听过一个传说以色列建国之后，在以阿战争的6日战争当中主耶稣苦苦的求在历史当中掌权，带领他们脱离埃及的耶和华上主传说当中，这6天，上帝的天使跟天君就环绕着以色列的军队，以寡击众，能够胜过他环绕的一个强权的军队。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是希望能够用战争得胜来唤起各位弟兄姐妹懂得祷告的重要，但是我是希望能够通过但以理他这种祷告蒙垂听，来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人所关的门，神必为我们开另一扇门。神是掌权的，神聆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他是我们的上主。但以理实在是很幸福，天使给他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尊称，他说：大蒙眷爱的人不要害怕。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主日的崇拜当中，让我们用这一句话彼此的祝福，让我们彼此祝福说：你是大蒙眷爱的孩子，你是我大蒙眷爱神的孩子，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宣告，你也向你的家人，向你的孩子，向你家里面的长辈宣告说：我们都是大蒙神眷爱的孩子，不要惧怕，愿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宣讲神的话语，当我们吟唱赞美的诗歌，我们的话语就产生了一个力量，如同神自己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带给我们祝福。但以理跟天使说：我主，神的仆人，你带来了神的话语，你一讲话，我的生命就觉得有力量。我们离开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就枯干，如同葡萄枝离开葡萄树。一个基督徒如果离开了神的话语，3日不读书就面目可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离开了神的话语，我们就成为一个没有点亮的灯台，没有办法发光。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呼求神说：神啊，求你垂听我祷告之后，求你赏赐你的话语在我的当中，让我的喃喃自语，让我的祷告能够转化成为神你的宣告跟应许，
让我不断的用神你的话语来祷告，这就是一个神圣的一个祷告。在我困境的当中，我要用你的话语来宣告得胜的，我要用你的话语来宣告盼望的，我要宣告神你永续在我生命当中。上主，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但是恳求你赐给我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必将成为我的力量，你的话语也必将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也将转化我的愚蠢，你的话语也将成为我的鼓励，让我的软弱离开，就得到神天上而来的大能。各位弟兄姐妹，来，让我们一起静静来回想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所说，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0章20节这一段私密的话。马太福音第10章27节，耶稣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话，我在你们耳中所听的话。”其实在圣经希腊文的原文，你们耳中所听的话语，这一段话语有更细腻、更甜美的一个原文的意义在。他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在你耳朵贴在我们的耳朵亲密的私密的话语。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用一种想象的话语来感谢主耶稣基督，他疼爱我们如同他亲密的朋友，他就贴着我们的耳朵告诉我们很私密的一个应许，来自于天上的一个祝福。他告诉我们说：“亲爱的，你是上帝亲爱的孩子，你是我亲爱的朋友。”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感谢主耶稣这种亲密的爱。主耶稣说：“当我在暗中告诉你的时候，你就必重新得力；将来你就必在公开、在明处的意思，就是当你软弱得到扶持，将来你必公开在公众的面前来见证。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这个经文带有这种的隐喻跟意涵。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说，他在我们耳朵的喃喃细语。他在我们的耳朵，在我们的心房里面的一个很微小的声音，如同昔日以利亚听到地震狂风的背后有微小的声音，他听出来那是神对他讲的话语。神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出来站在我的面前。”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走出我们的阴霾，走出我们心中的黑暗，让我们来到神荣耀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勇敢的站起来，让我们聆听这一些话语。在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说：“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你来到世上不只是在2000年，你也来到我生命的当中。”我们在教会里面必然听过有些人见证说，他在什么样的特殊的情境当中，看到一个容光满面的穿着白衣服的，他起先不了解那是什么，后来经过了圣经的教导跟教会的教导，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的生命多有人经历到主耶稣这种现身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带领我们如同一个大牧者，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今天2段的经文，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鼓励在黑暗当中受苦，在心灵当中惆怅软弱绝望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做绝望的孩子。我们的上帝必然在困境的当中说出安慰胡子的话。让我们向但以理说：“阿们！你有的我也要有。”因为今天我们聆听到天使对但以理说：“你的声音蒙垂听，你的言语蒙接纳。我因着你的言语来到你的当中。”当天使来到但以理的身边，但以理就觉得好像重新得力，是我们今天敬拜跟经文信息的最重要的第一个祷告。我们跟神求说：“神啊，让我的生命成为一个重新得力、如鹰展翅的基督徒。在我的困境当中，我要超越这个困境，来见证我的上帝是赐给我力量的一个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敞开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灵，在神的面前伸出我们的手。
我们跟主说：主啊，求你对我说话。主啊，求你对我说话。除了通过牧师的经文的信息的宣讲之外，让我听到牧师所没有讲的神你自己圣灵所带来的应许，让圣灵进到你生命的深处，如同主耶稣基督就匍匐在你的耳边，对你讲一种很亲密的一个应许。上帝祝福你，耶稣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第二个，让我们的生命是因着神的话语重新得力。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的路上的光。神的话语不只是一种知识性的言语，整本的圣经所谈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大能，所以神一讲话就成就。从创世的开始，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我们当知道，当耶稣对我们说愿你们平安，这就是平安必然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天使跟但以理说：大蒙恩的孩子，愿你平安。神的话语被宣讲，就好像圣子，神的话语被宣讲，神的作为就在人的当中得到成就。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不断的渴慕，不断的渴慕，在你安静祷告背后留一段安静的时间，等着上帝对你讲话。我们不急着将所有的话语，我们占了所有的时间，从头到尾都是我们讲给上帝听。当我们祷告结束之后，留一段安静的时间给上主，给天使，给圣灵。神或许会差遣天使对我们讲话，但是更常有的就是上帝的灵。经常当人安静的时候，上帝的灵就是圣灵，经常当我们安静的时候，刻苦自己，就是谦卑虚己，将我们心中的垃圾倒掉的时候，神就用他安慰鼓励跟明智的话语就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如同昔日他用他的手就写了10句话给摩西，让摩西带给他所有的以色列的弟兄姐妹。神也必将鼓励的话语，将来的计划，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很私密性的讲给我们听。第三个，愿圣灵帮助我们，带给我们一个来自于敬畏神所得着的勇气，因为敬畏神而得着的勇气。但以理21天的祷告没有白费，但以理不是因为他时间花得多，不是这个意思。天使说：因为你刻苦己心，意思就是他赞美但以理如何谦卑的在上帝面前的祷告。谦卑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因为这代表人将神摆在自己的心中。如同大卫说：我敬奉耶和华在我的心中，我敬奉耶和华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将耶和华我的上帝摆在我生命当中唯一的最重要的一个地位。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将上帝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神也必将我们捧在他的手心。当我们将上帝摆在我们生命上的首位，神也必将我们捧在他的手心。他说：连你的头发我都细数过，意思就是我怀抱着你，如同妈妈安抚的孩子的头，我细细的看着他的脸，我细细的抚摸他的头发。各位弟兄姐妹，因为敬畏神，我们心中无所惧。因为敬畏神，我们的心中无所惧。自古以来，所有的上主的勇士都是这样子，他们在君王的面前无所惧，他们在黑暗的权势面前无所惧，他们在邪恶的魔鬼面前也无所惧。一直到今天，神仍然是昔日的神，今天就在我们的身边。各位弟兄姐妹，愿圣灵带给你无所惧的生命，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展现出来如鹰上腾、重新得力的活力，是一种活泼的，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我们举起我们的手，跟上主说：耶和华我的天父，恳求你将这种生生不息、永流不断、生生不息、永流不断的活命就赐给我，让我能够成为你的见证，
让我身边的所有的亲人就看见一个本来是软弱的人，本来是一个愚蠢的人，本来是一个平凡的人，本来是一个血气的人，本来是一个被私欲情欲所捆绑的人，竟然在神的面前穿戴了神的荣耀跟圣洁尊美。各位弟兄姐妹，愿神赐给我们一个重新得力、生生不息的生命。在这一个疫情的过程当中，愿我们的祷告呼求，神就临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同心来祷告。至尊、至圣、至爱、荣耀的天父上帝，我们共同聚集，我们共同朗读你的圣经的话语。不论在何处，我们围绕着你的施恩宝座，我们一同敬拜。当我们今天聆听到你的话语，我们的心中就有一个共同的祷告。我们如同但以理在你的面前说：主啊，请说，因为你一讲话，我们的生命就充满了活力。恳求天上的天父上帝差遣你的天使，此时此刻直到永远，不断的进入到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内心以及他们的家里。你的圣灵掌权，你带领我们脱离黑暗权势的捆绑，你赐给我们重新得力的得胜的一个生命，让今天的敬拜是我们生命被翻转的一个荣耀的时刻。谢谢你，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愿你的荣光遮盖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